尊敬嘅各位大德，大家好。我哋繼續嚟學習朱子治家格言。尋日咧，我哋講到第47句，見色而起淫心，報在妻女。呢一條咧，我哋仲未講完。尋日咧，我哋講到，如果見色而起淫心嘅話，呢個報應會多種，絕對唔會只係報在妻女咁簡單。尋日我哋講到有報在自身，自己身體嘅健康長壽，同呢個關係好深。欲念輕嘅人，佢嘅身體健康，佢嘅頭腦清明。欲念重嘅人咧，就會好多疾病。咁除咗報在自身之外，仲有報在子孫嘅。喺明朝鎮江呢個地方咧，有一位先生叫做近余，佢50歲仲未有兒子。咁佢嘅夫人咧就好着急。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所以佢夫人咧，唯一希望能夠早啲為近家留有後代。咁於是咧就出資買咗鄰家嘅一個女子作為近先生嘅妾。咁事先咧冇講俾佢聽，等到近老先生翻到嚟之後，佢夫人咧就喺房間裏面擺起個酒席，要呢個新買翻嚟嘅鄰家女子嚟侍奉佢。咁喺酒席當中咧，就把呢個緣故就講出嚟。咁呢個近老先生咧面紅耳赤。個夫人仲以為咧，因為自己喺個房間裏邊佢唔好意思，於是咧就借故就出咗房門。點知呢個近老先生咧就從嗰個窗口跳咗出去，然後同佢夫人講：夫人你嘅意雖然係好厚厚意但係咧，你知唔知你買翻嚟呢個女子係邊個佢係我哋鄰居嘅女兒我從細睇到佢長大噶包括當成自己嘅女一樣希望佢能夠將來長大能夠嫁一個好人家我都已經又老又病啦，點可以侮辱佢咧？唔得嘅，一定要辦翻佢。咁夫人無奈只好咧把呢個女子送翻俾鄰家。咁結果第2年，佢夫人咧竟然就生咗仔。咁呢個仔長到17歲就考上咗舉人，好聰明。後尾仲做到宰相。咁從呢個歷史上嘅故事我哋睇到一個人如果人心比較淡，
反而咧佢會有子孫啊，有子嗣啊。當時如果呢位靳先生冇把呢個女子還翻俾倫家，亦都未必能夠生到仔啊。佢還咗俾倫家咧，竟然生咗一個聰明俊秀嘅兒子，生咗個宰相啊。所以古德又話，欲火越濃嘅人，佢個福德啊越輕啊。就好似頸渴嗰時候去飲海水，越飲就越頸渴。歷史上仲有一個故事啊，係有一位姓陳嘅醫生，醫術都係好高明嘅啊。咁佢咧往往係對於嗰啲貧窮嘅人免費醫治。有一次，一位窮人得咗重病，揾呢個陳醫生醫治，就醫好咗。咁呢個窮人咧就感恩大德希望咧有機會回報佢咁後尾有一日，陳醫生咧趕路路過呢個窮人屋企，嗰時候天色已晚就要喺佢屋企留宿一夜。咁呢個窮人咧見到自己嘅恩人到嚟，當然非常之歡喜咁想尋找一個機會咧報答佢依家終於咧可以有機會啦。咁佢對佢自己嘅夫人講話陳醫生咧救咗我一命我哋都冇報答佢，不如你咁啦你今晚咧就陪佢一晚作為報答。咁呢個佢夫人咧雖然唔情願但係咧都冇辦法先生咁樣要求佢都無奈，只好咧去到陳醫生嘅房間咁陳醫生見到佢嚟，知道佢嘅來意，結果就拒絕佢，話你唔可以咁樣如果你咁樣嘅話，你先生知道咪好唔開心咁樣太對唔住你嘅先生。佢夫人話呢個正是我先生嘅意思我哋冇咩報答俾你希望咧用呢種方法嚟報答你結果咧陳醫生話唔可以咁呢個婦女咧想要勉強但係陳醫生咧連連喺度講話不可不可於是咧就唔瞓啦唔除衫就坐喺嗰度一路等住天光有時晚黑咧差啲就不能夠把持自己啦，佢提起個毛筆喺嗰個台上面就寫不可不可呢兩個字而且大聲咁對自己講話不可二字甚難即係不可呢兩個字好難做一定要做到，提醒自己甚至最後把個窗推開，跳到窗外企喺嗰個庭院裏邊，一路等到天光到天光啦，當然佢一夜都冇瞓佢覺得哎呀早啲翻去好過啦再過一夜受不了啦咁就匆匆告辭翻咗去。結果後來陳醫生嘅仔長大啦，去考試咁嗰個考試嘅試卷咧交到去主考官嗰度嗰個考官咧喺度批閱，睇見陳醫生嘅仔嘅呢個試卷覺得呢個文章寫得平淡無奇於是想劈咗佢
啱啱上去掟咗呢個試卷嘅時候咧，忽然之間咧就聽見咧有一個聲音喺度呼叫啊，唔知邊度嚟嘅聲音啊，就喺度叫話不可不可啊！呢個主考官咧覺得有啲奇怪啊，周圍又冇人，呢個聲音邊度嚟嘅咧？啊，古人都知道有天地鬼神啊，咁係咪呢張試卷咧有鬼神護佑啊？啊，於是咧就重新執翻嚟啊，再睇下呢個試卷啊，睇來睇去都覺得平淡無奇啊，唔可以錄取嘅，於是就又想把佢掟咗去。啱啱想掟嘅時候，忽然間又聽見呢個聲音話：不可意志甚難啊！而且呢個呼叫聲啊，重複好多次。呢個主考官就覺得，呢個試卷啊，非同凡響啦，一定係早上有陰德喺度護佑緊佢啊！所以雖然覺得寫嘅文章不怎麼樣啊，但係仲係決定啊錄取咗佢啊！所以咧後尾呢個陳醫生嘅仔啊就考中咗進士啊！咁然後咧呢個主考官咧就覺得好奇怪啊，就揾呢個陳醫生嘅仔嚟問啊，就話我喺度批改你個試卷嘅時候，點解聽見話不可不可啊，不可意志甚難啊？究竟係咩回事咧？陳醫生嘅仔咧亦都唔清楚，因為從來未聽過佢爸爸講過呢個事情啊。翻到去咧，把呢個事情話俾佢個爸爸聽。呢個時候佢爸爸嚇到一身冷汗啊，然後先將當年個事情啊一五一十話出嚟啊，先知道原來啊頭頂3尺有神靈啊！當時好在自己把持得住啊，先有今日自己嘅仔能夠高進進士。如果當時候一念之差啊，犯咗戒啦啊，咁自己嘅仔咁呢家肯定冇可能考上進士啦。所以天地鬼神時刻喺度監察住我哋啊！當我哋遇到考驗嘅時候，遇到誘惑嘅時候，能夠用天理降服人欲，咁就已經喺天庭嗰個福祿報上面增加咗無量嘅福報啦。咁呢個係講報在子孫。第三咧有報在前程嘅，自己嘅前程我哋話功名富貴，同自己嘅德行係成正比嘅。如果係德行有虧損，功名富貴都不能夠保存即使係命中該有嘅功名富貴，往往係因為呢個識呢一關過唔到，而大大咁折損。喺《感應篇》講疏呢一部古書上面記載住喺南昌有兄弟2人，佢哋係雙胞胎孖生嘅音容相貌長得非常之相似，甚至佢哋嘅父母都好難辨別佢哋只能夠咧要兩個人着不同顏色嘅衫咁嚟區分咁因為佢哋兩個係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嘅，八字係一樣嘅所以咧確實命運都一樣
佢哋長大，同時嚟結婚，同時去讀書，同時去應試，一路都係一模一樣嘅命運。後尾佢哋去考試，住喺一間旅館嗰度。咁呢個旅館裏邊咧，個鄰居一個女仔就好輕佻，見到咧呢個兄弟兩個人嘅兄長，見到呢個大嘅容貌同埋風度都好好，就生起愛慕之心，想要親近佢，但係呢個兄長咧就拒絕咗，而且翻嚟教誡佢自己嘅弟弟，佢哋孖生兄弟差唔到幾分鐘嘅啫，嗰個年齡，所以相貌亦好相似，就教誡佢話你千祈唔好受呢個女仔嘅挑逗，唔好害咗你自己嘅前程。結果呢個弟弟咧就一念之差，就有好奇，所以咧就到咗晚黑就扮佢嘅兄長前去約會。咁呢個女仔咧當然冇辦法之辨別邊個係大嘅，邊個係細嘅。咁見到佢嚟啦，好高興。於是咧就同佢犯咗呢個邪淫。咁呢個弟弟咧臨走之前就同呢個女仔講話：我咧依家去考試，考中咗之後，我翻嚟娶你。同佢順勢呢個發咗呢個誓言。後尾考試發榜，發現咧呢個兄長竟然係高中，弟弟卻是名落孫山，冇考中。咁呢個女仔咧，因為根本冇辦法之辨別邊個係大嘅，邊個係細嘅，邊個考中，邊個冇考中，就以為咧同自己私通嗰個人考中咗，就好高興，準備行裝想去呢個等呢個自己嘅意中人嚟迎娶。結果咧一路到咗第二年嘅春天，呢個兄長咧因為考中咗舉人，繼續上京咧去考進士，亦考上咗進士。但係咧呢個女仔咧，佢就冇等到人嚟迎娶佢，又聽見自己嘅意中人咧係考上咗進士啦，就好高興啦，一路喺度等，結果等最後都冇咩音訊，就知道呢個同佢私通嘅人變咗心，所以含恨而死。咁結果咧呢個做兄長嘅考咗進士，做咗官，而且自己好長壽，佢嘅子孫都好貴盛。呢個弟弟咧犯咗淫戒嘅呢個弟弟咧最後咧卻是變成夭折，冇子嗣。所以咧從呢個例子我哋睇得太清楚啦。一個人嘅吉凶禍福，當然係由佢嘅宿世善惡嘅業嚟決定。咁善惡嘅業都係由佢宿世嗰個心所造成嘅。一個人能夠宿世
到行善積德，佢喺娘胎裏邊啊就已經具有貴相。出生嘅時候就會遇上良時啊，所以八字就好啊。八字只係一個形象啊，能夠體現出你前世宿世嘅福報，唔係話八字決定你嘅命運啊，係你嘅宿世善惡決定你個八字嘅。咁一個人八字雖然有定，但係個心係冇定嘅，起個善惡呢個念頭係由自己決定啊，而禍福完全取決於我哋心中嘅善惡念頭，所以確實係禍福無門啊，為人自招啊。當我哋善心一起，能夠持戒，能夠守身，已經增長自己嘅福報啦。當我哋如果係不能夠把持自己使到惡念相續而不能斬斷，即使係過去宿世有福報八字好唔錯亦都變成福報大大減損，而最後落得個夭折貧困嘅報應。正所謂相由心生，命由心造從南昌呢個雙胞兄弟嘅例子，我哋睇得好清楚。如果一個人佢能夠見識不起人心而能夠把眼前嘅對方睇成自己嘅姐妹或者女兒，你一念心嘅轉變就係功德無量喺宋朝有一位王曾呢個先生，佢咧年輕嘅時候好有學問上京趕考，喺路上遇到母女兩個人見到母女兩個人咧非常之難過，咁喺度痛哭，於是就問啦：你哋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咧？係問佢哋嘅鄰居咁鄰居咧就同呢個王曾先生講話：係你母女兩個人咧因為爭咗官錢還唔起所以依家要逼住要賣女所以母女兩人難捨難分生離死別所以喺度痛哭咁王曾咧就去到母女屋企嗰度問佢哋嘅情況，確實係咁樣。於是就同佢哋講，同呢個母親講話咁樣啦，你呢個女咧可唔可以賣俾我咁樣呢個母親咧見到呢個王曾咧亦唔似係壞人咁咧就答應咗。於是咧王曾咧就同佢約好就3日之後嚟迎娶佢個女。於是咧就把呢個錢財先交俾呢個母親買呢個女嘅呢個錢財先交咗佢。結果3日之後王曾冇嚟又過咗一排，咁佢母親見到呢個王曾仲唔嚟迎娶佢個女咧，錢都交咗啦，點解仲唔嚟嘅？
於是就去問旁邊啲鄰居，結果咧問到王僧住嗰個旅館，個旅館個店主咧就話係王先生咧臨走嗰時候留咗一封書信俾你。結果呢個書信打開一睇，原來咧書信仲裏邊講話我係代理呢個交付呢個官錢嘅。咁你個女咧仲係另外選擇呢個人家去嫁啦。咁結果母女兩個人就感恩大德知道遇到好人。咁王僧咧，佢後尾考試考舉人考進士所謂要考嘅係解試、省試同埋殿試三個試裏邊都考第一，就係歷史上有名嘅連中三元呢個解試第一名係叫解元，解元係舉人嘅身份，舉人當中第一名。會呢個省試咧，第一名叫會元，即係進士裏邊考咗省試就叫做進士啦。通過之後就有進士資格。佢第一名咧叫會元，然後咧皇帝最後考殿試，喺個宮殿裏邊考嘅。第一名叫做狀元，所以佢係連3次考試都係第一，連中三元。呢個喺科舉歷史上邊好少見。而佢點解能夠有咁大嘅福報咧？呢個人嘅呢個格咁貴咧？咁我哋從呢度呢個例子可以知道佢不淫就得貴，所以真係禍福全在自己手中，自己去掌握。咁仲有咧，呢個報應直接關係自己嘅性命嘅，呢啲故事就更多啦。喺安史全書當中就記載，明朝有一個讀書人，佢喺南京應試，結果佢住嘅地方有一位官員係個指揮使。咁呢個官員咧有個女，又係比較輕佻嘅，咁咧見到呢個書生咧就有愛慕之心，所以咧就叫自己嘅婢女奴婢嚟去牽線搭橋，話希望咧今晚同佢相會。咁呢個讀書人咧，佢就擔心咁樣做會有影響呢個陰德有損陰德，所以就拒絕咗。但係冇想到咧，佢同一個旅館裏邊嘅朋友就比較輕佻，知道呢件事情咧，竟然偽裝扮成佢自己嘅朋友扮成呢個讀書人嘅樣去赴約。咁呢個奴婢喺黑夜當中咧，當然就唔認得人啦。咁就把呢個男人咧帶到嚟小姐嘅房間。結果咧瞓到第二日朝頭早，佢嘅呢個女子嘅父親從外邊翻嚟，呢個指揮使翻嚟，入到呢個自己嘅女嘅房間裏邊，竟然見到自己嘅女同一個男人瞓埋一齊，非常之憤怒，
當即把自己嘅劍攞出嚟，就斬咗呢兩個人，一男一女都斬咗，跟住自己去自首。咁第二日考試發榜，發現咧嗰個讀書人冇去赴約嘅嗰個讀書人咧，考咗第一名。真係所謂一個登上舉子龍，一個登咗鬼子龍。一個係有功名富貴另一個咧去咗陰曹地府報道。本來兩個人喺埋一齊，結果兩條路分開咗。呢個榮辱苦樂有如天淵之別。而呢個分別最初只係一念呢個念頭如果正，使到我哋能夠提升，功名富貴都由呢一念善而感召嘅。呢一念起咗貪淫之心，感召嚟嘅係命喪黃泉咁樣死法，我哋知道來世一定係墮惡道。呢種故事唔單止古時候有，依家更多。我哋睇到幾年前一個報紙話香港一個大公司嘅副總裁喺2005年6月份嘅時候喺廣州因為色誘搶劫案而致死。佢係點樣回事呢？呢個副總裁喺網路上結識咗兩個女仔於是咧同我約會嚟廣州去見佢哋。結果佢自己諗唔到咧，呢兩個女仔原來係犯罪團伙嘅成員，生得有啲知識，引誘呢個副總裁，咁佢可能咧飲酒嘅時候，呢個酒裏邊放咗藥，跟住飲咗之後咧不省人事，等到佢清醒咗之後，發現咧自己喺房間裏邊，所有嘅嗰啲貴重嘅錢物品都已經俾人哋攞晒啦，而佢自己咧係俾人哋用一盆清水潑醒嘅。佢面前企住一個青年，攞住刀逼住佢，要佢講出佢嘅信用卡嘅銀行密碼。咁佢冇辦法啦，只好講出嚟啦。講完之後，佢哋就把銀行裏邊嘅嗰啲錢攞晒出嚟。咁咧呢個副總裁咧睇見呢啲犯罪嘅人員都係啲年輕嘅，都未到20歲嘅人，所以佢就想嚇下佢哋。佢自己俾人哋五花大綁起身啊嘛，佢就喺度大聲嘅呼叫。冇想到呢啲嘅年青人竟然都係心狠手辣嘅，見到佢呼救就怕咧俾人知道，於是攞刀瘋狂咁樣向佢個胸部刺過去，刺咗10幾刀，當場死亡。呢位副總裁年薪當時就已經係8幾萬，有妻子有兒女，結果竟然死得不明不白。後尾呢個謀殺案破咗案，
呢啲犯罪人員當然受到應有嘅處罰，但係我哋睇呢個副總裁，真係覺得又可憐又可惜啊！總是一念不能夠控制自己，所以將自己咁好嘅工作性命、家人，通通都係攞去換取所謂一時嘅歡樂，而且都換取唔嚟自己嘅命喪黃泉，可悲可痛啊！咁仲有係報應在來世嘅，喺五種違規呢部古書上面呢個係清朝陳洪茂先生編輯嘅裏邊咧有一部分咧叫做在官法界錄專門咧係記載嗰啲做官人善惡嗰部一部儒書，就講到一位古時候官員叫劉志賢，佢做嗰個地方官，知道咧當地有個百姓叫做黃之錦，姓黃嘅佢嘅夫人咧嗰個頭髮好靚好有知識，所以呢個劉志賢呢個官咧就生起咗淫念想去霸佔於是咧就引呢個威逼引誘同呢個黃之錦講話如果咧你能夠將你嘅妻子個頭髮送俾我咁我就可以免除你嘅勞役。咁黃之錦咧就翻去把佢呢個話咧講俾個妻子聽結果呢個妻子就好有情義，佢話如果能夠使到自己嘅夫君可以免除勞役咁我當然唔好話美髮啦，就算我個生命都值得攞出嚟都值得。於是就把自己嘅頭髮剪咗落嚟。咁黃之錦咧雖然覺得好痛心，但係咧迫於無奈仲係獻俾呢個劉志賢呢個當地嘅官。但係咧冇想到呢個劉志賢佢仲係把黃之錦拉咗去服呢個勞役而且咧就喺呢個勞役上面攰死咗。結果正係呢個劉志賢想要霸佔黃之錦嘅妻子嘅時候，佢自己無緣無故就死咗。咁後尾咧呢個黃之錦屋企有一條驢呢條驢咧佢嘅啱啱生落嚟咧好奇怪，佢嘅左邊肋骨下邊咧寫咗3個字，就叫做劉志賢正是呢個當地官嘅名咁大家咧就覺得好奇怪就喺度傳啦，係唔係呢個係劉志賢死咗之後投胎到姓黃呢個屋企做驢咁呢個話咧傳到個劉志賢嘅妻子嗰度咁佢嘅妻子咧就叫佢自己嘅仔去試驗一下因為佢嘅呢個劉志賢生前好好飲酒食肉嘅於是咧就把嗰啲酒肉攞咗好多擺喺呢個驢面前咁我哋知道驢平時應該唔飲酒唔食肉嘅佢係素食動物嚟嘅結果咧呢個驢竟然大啖飲酒大啖食肉食到飽晒，
然後咧長鳴一聲，淚如雨下。咁劉自然嘅仔見到咁嘅情況，就知道呢個一定係佢自己嘅父親。父子見面都流眼淚但係佢呢個父親已經變成雷聲啦。所以呢個兒子咧就攞出好多黃金想贖呢條女。但係王之錦嘅妻子咧就唔接納。知道原來呢條女咧係自己嘅仇人，當時害死自己嘅夫君所以咧每日都攞鞭嚟抽打呢個女。到最後咧呢個女就發咗癲就唔知道跑到邊度啦。後尾呢個劉自然嘅仔亦都係慚愧遺憾而死。呢個係儒書上記載嘅，歷史上確有其事證明咩咧？一定會有來世。呢個劉自然見到美色就生起霸佔嘅念頭雖然咧冇成功只係霸佔咗人哋嘅頭髮，但係嗰個報應已經係注定咗啦。如果係犯咗比呢個更嚴重嘅罪行，咁佢來世嘅報應就更加慘烈啦。所以知道淫報咁嚴重，就應該下功夫去防範。平時一定要使到自己嘅心清淨。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嗰啲唔健康嘅內容，我哋唔好去睇，唔好去接觸。防止自己心地受污染。嗰啲凡事引導人起淫念嘅嗰啲淫書、淫畫或者係電視節目電影等等廣告畫面等等，呢啲本身製作嘅人已經犯下無窮罪孽啦。喺歷史上，我哋知道四大小說當中，《水滸傳》《水滸傳》裏邊就描繪咗不少嘅嗰啲淫盜嘅情節所以呢個作者施耐庵佢嘅兒子、孫子同埋曾孫一生落嚟，全部都係啞巴。咁《水滸傳》我哋而家睇好似唔算乜嘢啦。依家嗰啲小說或者嗰啲電影電視甚至網絡上面嗰啲人為嘅內容，比《水滸傳》要大百倍、1000倍都唔止嗰個《西廂記》古時候係禁書嚟。呢個作者係元朝嘅王實甫佢喺呢個書中描寫啲男女偷情私會嘅情形，使到好多人睇咗書都產生淫念。結果佢呢本書都未寫完呢個作者王實甫就自己冇辦法克制自己，攞牙齒咬斷自己條脷
而死。呢啲古時候嘅例子啊，俾我哋今日好多借鑒啊！咁現在從事淫書淫畫啊，或者係色情、暴力啊呢啲不健康內容嘅電視、電影製作嘅，你話佢哋有咩果報？佢個來世會點樣啊？不能不提起警覺啊！我哋對待呢啲人為嘅書籍內容，應該去禁止佢唔俾佢去流通，唔俾佢去污染他人。明朝嘅了凡先生講過，話如果能夠將嗰啲人為嘅邪書或者係告人嘅嗰啲惡狀或者係誹謗人嘅嗰啲書信攞嚟焚燒，得到子孫忠孝節義嘅果報如果咧中意睇呢啲淫書嘅，睇呢啲人畫嘅或者屋企裏邊藏住淫書人畫嘅，屋企裏邊嘅子孫將來會得變成嗰啲妓女或者係嗰啲自己從事淫亂電影電視製作嘅呢啲人，呢啲都係咩咧？感召而來。咁我哋知道淫亂呢個淫念有咁大嘅果報，我哋如何去防止呢？如何能夠做到見色而不起淫心？咁呢個功夫着力之處係個見字古人講話非禮勿視，見而不見，呢個最上乘功夫。一心就求提升自己，成聖成賢，有高尚嘅志向，所以我哋嘅心唔會受呢啲境界嘅影響。見到啦，即刻放下，不落印象。呢個係最上乘功夫。咁如果達唔到咧，要用禮法嚟約束自己，用因果嘅道理嚟提醒自己，不能夠犯禁戒犯禁戒要偷一時之歡，將來要付出個代價太深重啦，太唔值得啦。呢個功夫咧就次一等。咁如果係呢個功夫達唔到，見色就起咗淫心，而呢個念頭不能夠放下，念念相續落去，就會由心起事，就做出錯事。一念之差，要知道就係一失足成千古恨，咁樣就好可悲啦。所以見色不起淫心呢個功夫，古人教導我哋係3個時間點上面去落實。第一，未見不可思；第二，當見不可亂；第三，既見不可逆。
未見不可思，係我哋平時傳養嘅功夫。自己一個人喺度私居獨處，對自己嘅念頭要收拾得乾乾淨淨，時時都警覺，不能夠放鬆，讓自己嘅念頭同天理融合為一，不能夠由慾望嚟做主宰。凡係有一啲人為邪念，即刻將佢掃蕩得乾乾淨淨，唔允許佢喺我哋心中流傳，漸漸自己心裏邊就變得光明正大。呢個係所謂君子主敬嘅學問，慎獨嘅功夫。第二個係當見不可亂呢，就係美色現前啦。呢個時候我個心要定落嚟，無論對方係點樣引誘我，我都要絲毫不能夠被佢轉動。呢個係因為平時修養嘅功夫，所以先有呢個定力。呢個心處在呢個謹慎自控嘅咁樣個水平上。第三呢，既見不可益，已經見到美色就唔可以諗住佢，或者係見到嗰啲唔健康嘅畫面，唔健康嘅內容，唔可以去追憶佢，要把嗰啲追憶嘅念頭打掉。咁學佛嘅人往往係用一句阿彌陀佛，用阿彌陀佛呢個念頭取代嗰啲邪念，用呢個嚟掃淨自己嘅心地。所以未見呢個係講佢是境界未現前嘅時候，當見係境界現前嘅時候，既見係境界過去之後，都不能夠去讓呢個邪念相續。如果能夠真修行，慢慢功夫得力，你唔會受到嗰啲境界嘅影響。咁防止淫念落個功夫，古德往往教導我哋用不淨觀。唐朝好有名嘅宰相叫做狄仁傑，佢喺年青嘅時候咧，有位老和尚就講俾佢聽，話你咧呢一生會有功名富貴，但係你要注意識字呢個關口你要把握住。如果你把握唔住可能就會斷送前程。咁狄仁傑就請教呢個老和尚話：美色當前嘅時候好難自控喎，用咩方法可以自控呢？咁呢個老和尚就話俾佢聽，要修一種不淨觀。就一五一十教俾佢聽點樣修。睇到眼前嘅美色，唔好俾佢表面嘅呢層面皮迷惑咗，
應該急急提起念頭，知道呢個面皮下邊咧係好邋遢嘅，嗰啲白骨裏邊上面包住嗰啲肉，嗰個身體裏邊有好多嗰啲嘅膿漿屎尿，好臭味嘅。如果佢得咗病啦，嗰個身體枯黃憔悴，頭髮蓬鬆，最後死啦，死咗咧全身潰爛，好多啲蛆蟲，把個屍首咬到一個窿一個窿咁樣，好難睇，好臭味，睇見都好得人驚。呢個時候，你嗰啲淫心就可以化解啦。冰釋